正道题目是上帝予人逆境重生，请曾牧师。亲爱的这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真欢喜会当倒来到你的厝，面对面甲主你做礼拜，来敬拜你。对阮心中感觉无限的欢喜，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贝！当阮失去健康，阮才知影健康的重要；当阮失去自由，阮才知影自由的重要；当阮无道面对面做礼拜的时，阮才知影当头对面这种的亲切，这种的实在。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你的作为继续来保守全世界所有的教会。伫逆境中间得到上帝你的保守，也求你怜悯阮所有兄弟姊妹。阮中间有人有讲袂出来的吐气，但是阮彼此无法度互相担当，因为阮毋知因内心会动荡。主啊，愿今仔日的信息是对你来的安慰，愿今仔日的信息是上帝你所想事，搁一解力上加力，兴起的灵点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互阮伫逆境的中间顶头生，这间教会是安尼，阮每一个当信的兄弟姊妹嘛是安尼。愿主你对阮讲话，主用你的权能对阮讲话，用你的权能来印证你的应允是信息，通瓦靠。愿伫你的面前静静听，愿主你对阮讲话。愿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帝无应允咱一生中间一帆风顺，这咱拢知。但是咱拢无爱拄着艰难困苦。但是圣经中间所讲的每一个信心的长辈，因拢是伫苦难的中间看见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甲上帝讨讲，主若通互这个杯离开我，但是咱还有一个信心讲，无论什么种的情境，我拢欢喜，勇敢来面对。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咱的教会是伫逆境当中重生的教会。咱的教会伫1990年代进前，1990年之前，咱的教会捌因为人口外流，咱捌因为欠过牧者，所以咱的教会捌有软正的时阵。但是上帝互咱的教会伫逆境的中间重新，搁再复兴起来。上帝听咱的教会，上帝嘛的确听你的家庭。上帝听你的家庭，上帝嘛的确伫逆境的中间来成做你的倚靠甲帮助。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将这个应允的信息、信心甲勇气来加添予你，因为信心是所有一切真要紧的奥妙的锁匙。最近咱的教会即几个查经班。下查经的课程，拢咧讲起耶稣的教示。牧师解好一个主题，叫做耶稣的课堂。咱若做耶稣的学生来到耶稣的面前，咱拢问讲耶稣，你伫我一生中间，你要教我什么种的功课？最近咱的教会就是对耶稣基督，伊留互伊的使徒甲证人所有遐圣经内底福音书的信息，咱一课搁一课，一课搁一课。咱咧问耶稣讲：耶稣，你要对我讲什么？昨昏的课题拄拄咧讲起信心。所听兄弟姊妹，你信主遮久，信是什么？我都信有一个上帝。我嘛相信将来有永活。各位，咱信什么？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望着你的心，咱讲上帝，你是真正的上帝，独一真的上帝。我无爱用虚假无用的心来敬拜你，就用真心敬拜真神，就用真心敬拜真神。这就是基督徒上帝对咱上要紧的要求。咱来到主的面前，要怎样坦然甲上帝来领受伊的话？嘛相信伊，无论环境怎样变，
咱的上帝永远不变。愿主帮助咱有这种的信心。今年其实咱的教会的礼拜有几个主题，拢甲愿望有关系，甲信心有关系。每一摆的礼拜就亲像你若喜欢拼图的人，你伫迄个拼图的这个店面，你甲伊买一个拼图，伊就甲你讲有100真水的图，无论是蒙娜丽莎啦，无论什么种的图，你就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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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伊斗做伙，最后都有100图走出来。咱咧做礼拜，每一个礼拜拢有一个主题，但是今年上帝互咱的主题拢甲信心、愿望真有关系。所以7月有一个礼拜，咱讲到上帝就是享受愿望的上帝。其实毋是7月这个礼拜，牧师才甲恁讲，牧师来到德堂教会第一摆徛伫这个讲台所讲的题目，就是我的上帝是一个享受愿望的上帝。因为伫1988年，我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我感受到心中的毋甘，就是这个教会失去信心甲愿望。所以，伫这个教会徛伫这个讲台，第一个讲道就是讲起上帝啊，你是一个伫阮绝望的时享受愿望的上帝。也即你的人生敢有安尼相信甲经历？愿主帮助咱，毋是安尼尔，咱阁将咱的愿望传互咱的囡仔。所以啊，即你敢要真认真甲你的囡仔讲信仰的观念？就趁你的囡仔，还阁要听你的话，你叫伊坐，伊阁愿意坐你的身边的时，就爱好好伫迄个时阵，就爱帮助伊，甲伊做伙来认识上帝。毋通趁到你的囡仔到青少年的时期，有伊的主张，有伊叛逆的个性的时阵，你才要勉强坐好调。迄个时阵，咱的权威已经无啥路用了。但是咱甲咱囡仔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毋是因为权威，是因为这个上帝是咱到代代无尽，咱的天父上帝。所以所听的弟姊妹，毋是讲咱即摆已经囡仔大汉，咱就无机会。古伦神父讲一本要安怎甲青少年讲信仰，我真想要将这本册送给咱的主日学的老师。我要甲恁做伙读这本册，因为上帝将青少年的灵魂放伫恁的手中，恁的心内。恁爱用祈祷的心，亲像妈妈对这囡仔讲话。古伦神父伫这本册内底讲起青少年伫今仔这个时代，因最大的愿望、渴慕，伊讲到7项少年人因心中的渴慕。兄弟姊妹，这毋是咧带主日学的囡仔读册的人才需要读。恁做爸爸妈妈的人，恁应该知影，你的囡仔虽然无问你，但是你的囡仔需要这7项。我为什么活伫这个世间？我的将来会怎样？我的生活有什么种的价值甲意义？我为什么值得活落去？找到一个理由，会互人勇敢活落去。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咱生活伫这个世间中间，咱甲咱的囡仔，教会甲恁，咱共同伫这个共同做伴的时阵，咱追求主，因为主就是这个活命的源头。所以兄弟姊妹。无论你即摆是拄着顺境啊逆境，愿上帝伫你顺境的时阵，互你有7年的丰收；至到你若逆境来7年的灾荒，你要亲像约瑟，伫饥荒的来进前，你都有上帝的同在；当饥荒来临的时候，你要亲像约瑟，伊有好的备办，不但伊，佮甲伊的社会、甲伊的国家、甲伊的亲人，拢做伙伫上帝恩典中间。逆境重生，你若阿们，这就是信。因为旧约中间咧讲信心这个字，旧约中间咧讲的信心这个字，就是阿们啊。意思就是讲，你若听到讲道，你心内有一个渴望，讲哦，牧师讲的这个是我上需要的，你免甲牧师阿们，你就甲上帝阿们。圣经咧讲的信心，伫旧约就是叫做阿们啊。所以，兄弟姊妹，每一摆咱用一个诚实的心，甲上帝讲：主啊，这是我所需要的，这就是信心，这就是愿望，这就是阿们。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咱加对一个真拍开心门，
常常甲上帝讲阿们的基督徒，来甲咱的天父上帝讲，我用实在的心来敬拜你，因为阿们这个字本身就是实实在在。阿们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所以对着牧师讲，要敬拜真神，爱用真实的心。这是耶稣所讲的。敬拜上帝的人，都爱用清洁的心，用真实的心来敬拜伊。愿咱甲咱的囡仔做伙，愿咱甲咱的家庭亲人做伙，咱讲我信，我相信。无论心中的情境，我永远相信，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你是一个无所不能，你会当互人伫逆境中间顶头生，伫绝望的中间得到恩望的上帝。伫你感觉人生乌天暗地，完全全然空虚混沌无恩望的事。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特别新约有所书，请咱唔通干那读到今仔这3节。牧师为着要将这个主题放伫较重焦点，所以牧师只有用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所以，兄弟姊妹，有所书只有6周尔，短短。你若愿意找一个时间安静，有半点钟的时间，一口气，当然不是叫恁禁气了吼，就种意思就接落去，对第1章到第6章完完全全整个给读好了。因为第1章开始，伊咧讲起你甲我拢是世俗人，咱拢是悖逆之子，都是可怒之子。保罗当伊咧甲有所教会祝福祈祷的时，伊讲：我甲恁同款，拢是属伫迄期，拢是这个世间的世俗人，是上帝目睭中看做厌恶，因为咱是一个背逆上帝的人。但是加在上帝收赎主耶稣。收赎主耶稣，主耶稣的国话，要互咱对死、对黑暗、对罪的中间得到逃亡。有所书就对安尼开始，一直到有所书第2章12节，伊讲：阮原本是一个全然无恩望的人，因为阮的心中无上帝。有所书第2章12节，伊讲：因为阮无上帝，所以阮是一个全然无恩望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圣神带恁读圣经。今仔日个礼拜，牧师只引用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但是恁应该找一个时间，甲有所教会的祝福，甲提入来伫你的生命中间。你甲上帝讲阿们。因为保罗讲有所的教会，为着有所的教会兄弟姊妹祈祷，今仔日嘛甲你我咱有关系。所以，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静静来听，咱定心问咱家己讲：我有偌大的信心会通相信，我看袂到的上帝，伊伫我的人生中间有伊美妙的计划，有伊美妙的计划。今仔日有所书第2章第10节，就是咧讲起上帝定着伊美好的旨意，要互人活出美好。这是足清楚的，不是牧师家己想出来对恁的言语上的祝福。牧师的言语对恁的祝福无什么，因为牧师未算做是什么。但是上帝通过牧师甲圣经开条，互恁了解，就是恩望会当望着恁内心，会当对上帝讲：主啊，我卡无，我阿们。愿上帝亲自甲你讲，我就是一个享受恩望的上帝。对亚伯拉罕开始，对以撒开始，到雅各开始，一直到今仔日的代表的诗篇，一直到保罗的有所书，拢是安尼到代代。所以兄弟姊妹，几礼拜前牧师甲恁讲，以撒伊伫饥荒的中间离开伊的故乡，来到伫基拉俄，恁会记无？迄个故事咧讲起因怎样伫旷野的中间真辛苦，互人糟蹋。对一口井乌井，搁一口井，有4口井。人生中间常常有逆境，但是以撒就是表现出来迄种逆境重生的勇气，不是用争论的方法，是用着我靠上帝的赏赐，到最后，互伊的身边的人看见讲，真正上帝甲你三角地带。所以圣经有真侪故事，拢是咧印证。
这个上帝是一个欢喜伫人的生命做带领甲祝福的上帝。原来伫今仔日咱相信，耶稣来嘛是安尼。耶稣讲，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因为什么？因为天国是因的啊。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讲去八福的讲道。伊讲心内颂香的人，搁另外一种翻译讲心内谦卑的人有福气。这有主动甲被动。颂扬一种的被动，就是讲伊本身就是颂扬人，无能为力。但是天国的祝福满满的稳定嘛，要互伊，这叫做被动。一种主动是讲，伊是一个知影家己过去的骄傲，伊欢喜伫上帝真理面前谦卑，伊甲上帝讲阿门。这种的愿意虚己，拍破家己谦卑的上帝，拼空，要啉清气的水。要用空空的清气的杯来领，这就是一种主动的颂扬。所以，爱的姊妹，无论咱的人生是怎样，这个福音对咱来讲，拢真重要。听，心足听，听圣神甲你讲的话，听上帝甲你讲，我所听的查某囝，我所听的囝子，听我的话，无毋对，听我的话。原咱甲伊讲，主啊，阿门。所以牧师互恁一个功课，除了今日甲牧师做伙读圣经、听牧师的解说以外，恁倒去爱去定心用这个今天的经文甲我讲什么？恁定心去思考讲，今仔日的圣经牧师讲无了的，上帝你要佮我讲什么？你佮加添。牧师所讲的话讲无了的，上帝你佮加讲互我听。愿天父上帝甲咱讲，对今仔日开始，你毋是外人，伊有所属今仔日的词汇无读到这节，佮接落去就是这句话。伊讲，伫上帝应允中间，你无佮再做世俗人，无佮做再外人，因为过去恁无心中无上帝，所以恁活伫这个世间无愿望。所以，你姊妹，你若感觉你最近的生活真有重担，今仔日的礼拜是上帝要互你的一个邀请，是上帝要互你的一个祝福，来信靠我，来跟对我，来领受我为着你所备办属天的祝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用伊的话来帮助恁。福音就是互伫这个世间中间的所有的弱势者所望的人。福音就是互伫这个世间中间一无所有。所以耶稣讲：“我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传福音和颂扬人。我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互迄个心内感觉空虚、困苦、孤单。今仔日圣经4篇68篇内底讲到6种的这种的弱势者。”软弱的人、孤单的人、孤儿寡妇、受关假的，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形容各种的困境。咱来问咱家己讲，我要搁伫一个泥沼、伫一个困境、伫一个黑暗的中间咧憔悴吗？我敢毋是应该徛起来甲上帝讲，我真爱你知影，你是我的上帝啊！我无爱搁坐伫这个所在，只有会晓大声哭、大声吼。因为这无帮咱无路用，我都爱倒去我老爸的厝，我应该爱倒去我老爸的厝。所以兄弟姊妹，耶稣讲，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天国代表所有圣经所记载，所有完整，无欠缺。上帝所讲各种的丰盛甲好。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咱亲像咧查经共款，一课一课，一日一日，咱有上帝的圣神甲上帝的话，带咱大汉，咱伫伊的面前来敬拜。所以今仔日的视频真重要。伊讲上帝伫伊的礼拜堂内，上帝伫伊的圣殿内，上帝有比圣殿的福分，上帝要让这福分到恁的行行顺顺。像今仔日启应文。上帝伫伊的圣殿内，
毋是伫得教会即间礼拜堂，是咱每一个人内心静静分别做成你的内心即个神圣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扫好清气，互上帝踮伫你的内底，因为上帝要做你的老爸。你检查毋是孤儿，但是你可能捌经历着孤单，就亲像孤儿寡妇共款。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伊讲我要互孤单的人有厝。一个圣经叫做 oikos，oikos 伫圣经中间是一个家，是一个足要紧的字。伊用着家庭、上帝的厝来形容教会。所以初代教会甲上帝的圣殿，对圣殿转型，成做一个我心灵的家庭。所以上帝讲，伫我的厝内，因要踮伫即中间。特别讲，上帝啊，你的会众踮伫迄中间，你为着颂扬人必办的运会。这句话拖过1000年来到耶稣基督，因为代表讲这句话的时阵，耶稣的出世是1000年后，所以经过1000年后，耶稣讲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耶稣讲上帝用由我差遣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颂扬人有福音，传上帝欢喜人的喜年，恩望的日子。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甲你讲，我所听的囝儿，你何苦单独一个人孤单咧拍拼？减无我甲你三甲弟弟嘛？所以兄弟姊妹，若无上帝，咱人生只有是家己流汗的辛苦那定。但是若有上帝，伊讲要有百倍，超出咱的理性。超过咱的勘定，这才是真正的救恩。愿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来。所以今仔日圣经咧讲起各种的软弱、各种的逆境，伫你的困境的中间，你甲上帝讲阿门的时，上帝就成做以马内利的上帝。伫你的困境的中间，你来甲上帝讲：上帝，我知影你是我的上帝。你也是我的囡仔的上帝，我是我的孙仔的上帝。阿门。这个信心，这个阿门，就变作我的实在，不是一种讲道片的内容尔。讲道片若无食落内底，伊是一种抽象的知识啊。做礼拜上重要就是让上帝的话活伫你的内底，亲像光，亲像活水泉，享受礼拜，享受祈祷。享受读圣经。昨昏的查经班，我甲兄弟姊妹邀请，我甲因讲，牧师就亲像一个妈妈，伫恁中间，我做3项重要的代志，就亲像煮3顿。我用这个主菜，一个负责人伫厝里煮菜，来形容我伫恁中间的角色。我煮早顿，我煮中昼顿，我煮暗顿。伫礼拜日的中间，我知影我毋是一个真有知识、对圣经真完整了解的牧师。但是我尽我所有要讲，我上界感动的上帝话的感动讲给恁听。我邀请恁来做礼拜，我邀请恁来查圣经，我邀请恁拜三做伙来祈祷。为什么有时要互周报顶悬的人数字较好看吗？所以兄弟姊妹，我毋是迄种人。就算做周报顶悬是有一个人，我嘛欢喜甲迄个人做伙查经。但是上帝毋是看这个周报顶悬的数字，但是我知影，这段教会20几年来的祈祷会，是一个要帮助人安静沉淀、亲近上帝的祈祷会。我无甲恁讲大声话，但是我对心中就亲像一个妈妈，我真欢喜，用上帝互我的家族，用上帝互我的信仰内底的享受，我亲像用这个3顿邀请恁。所以兄弟姊妹，请恁来，因为今仔日恁无一定要来礼拜堂，但是今仔日伫网络的查经，伫网络的祈祷会，恁拢会当参加。我知影。牧师毋敢勉强你，亲像我毋敢甲
安如讲，你做执事，你爱参加祈祷会；你做执事，你爱来参加查经。因为我知影，伊这时做工做到天黑黑，牧师毋敢甲恁要求讲，恁这是做到真辛苦，暗时过来。但是牧师知影，一个若无亲近上帝基督徒，伊的灵命袂健康。恁同意吗？照恁的需要无勉强。上帝祝福咱的教会做伙，就亲像一个家庭。上帝用祈祷、用圣经、用礼拜，满足恁，互恁真侪健康的基督徒。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甲咱讲的。上帝是互人伫丧凶欠过、孤单软弱、怨叹的中间，伫逆境的中间得到帮助的上帝。咱的教会故事是安尼，恁的故事应该嘛会安尼，将来恁的子孙嘛应该安尼讲起。阮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甲雅各的上帝。这句话背后就是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困难，以撒有以撒的困难，雅各有雅各的困难。但是上帝拢互我的祖先三代祖，拢伫逆境的中间得到帮助。亚伯拉罕99岁也无囡仔。上帝甲伊讲：“你明年要得一个囝。”伊讲：“我咧听你咧543呢。”哦，无，伊当然毋敢甲牧师讲，我听你咧543。但是以撒伫边仔头笑有无？上帝伫逆境的中间出活命。第二个困难，上帝甲伊宝贝囝讲：“你将你的宝贝囝以撒献互我，我爸不会啊！我有一个遐宝贝囝，上帝佫甲我讲，叫我摕互伊。”啊！毋咧甲我开玩笑。上帝是一个伫逆境中间，互人经历到以奇妙作为的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礼拜第一个祈祷，就是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圣诗21首，诗篇嘛是安尼。除了伊以外，无别的上帝。原来伫今仔日礼拜，上帝对你讲话。毋通倒撇上帝，互你伫人生中间，当然毋是上帝互咱困境，但是困境伫人生中间，就亲像透风落雨，是自然伫人生中间有当时会拄着的，免惊。逆境常常就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伫逆境的中间，要养育出来信心的功课。原来伫天父上帝面前，咱甲上帝祷讲。我无求讨我脱离这个世间，但是求讨你赏赐我快乐赢过这个世间。这是耶稣基督为咱的祝福。耶稣为咱的祈祷讲：我无求爸，你互因离开这个世间，因为因伫这个世间，但是因无属这个世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克服人生的危机。伫逆境的中间，真做一个有关联、有荣耀。将来会当行在抬头挺胸讲，我的上帝是我伫人生中间的丰盈，带我伫基拉尔征战好的征战。像如以撒来到基拉尔，上帝伫经的中间，你落去到基拉尔。我所伫迄个礼拜中间有甲恁解说，纪念日是啥物？纪念日就是以撒出世，以及上少大到3岁，是伊童年记忆的所在。上帝将咱带倒去到伫咱的原生家庭，上帝带咱倒去到伫咱成长的过程中间的童年创伤，上帝带咱倒去到伫咱过去无成熟的迄个信仰的造就，上帝互咱伫逆境的中间定睛看去讲，我要投放你。今仔圣经讲受掠的，要得到上帝的帮助，伫咱种的压力的下面，勇敢向前。圣经中间有真侪信心的勇士，第一样的就是约伯。约伯的故事所甲咱讲的，就是无论什么种的情境，伊绝对无唬日上帝，嘴无讲一句埋怨的话。伊心中有真侪妖疑，伊心中对上帝，伊都拄着这个作为，对上帝有真侪，但是伊无出一句歹话。所以，弟兄姊妹，愿咱对这个故事来得到鼓励，讲主啊，怜悯我，因为我顶啊顶着我的爱啊，哎哟喂！伫困境中间，人拢会有脱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
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讲，信是什么？信就是相信上帝的话，上帝所讲，上帝安尼成就。信是什么？信就是心内仰望，虽然也未成就，是头前看袂到，但是我相信。我对古早人因所拄到的经历，第2节，犹太人对于因的先祖古早人所得到的见证，因就相信上帝。伊就相信上帝所予伊的祖先所留下来摩西五经所有圣经的话，既然是上帝所讲的话，以色列人就相信，不打折。所以，弟兄姊妹，信是什么？信就是仰望的实底，信就是仰望的实底。上帝将仰望对世间人讲：我为着我所听我的人陪伴。我为着听我的人所陪伴，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象都想象袂到的。兄弟姊妹，你问上帝，我咧，上帝话会应答咱。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读起所有软弱的人，容易犯的毛病。软弱的人，因常常有什么种的言语咧？软弱的人，因有什么种的个性咧？软弱的人常常是有负面思想的人，软弱的人常常是一个伊心中一点点的仰望都无。软弱的人，伊常常是感觉伊是所有的人中间上可怜、上丧凶的人。这种的人心内常常有苦楚、有怨叹，甚至有自卑感。所以，弟兄们，咱都要到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说第2章第8节讲。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本乎恩。咱今日活伫这个世间，咱今日做伙个别咱的信仰，咱今日做伙做礼拜，唔是咱敬的，是上帝甲咱交代的。伊伫这个家庭中间称咱做伊的囝子。所以弟兄姊妹，无一项事是咱家己，是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有定着伊的计划。所以，咱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但是伊嘛是咱的上帝。甚至耶稣替伊讲，耶稣嘛安尼讲，耶稣讲：心内丧凶的人有福气，因为恁伫困境的中间，要得到天国，得到心中的天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就是。人穷志不穷。当天国的福音临到伫咱的时阵，咱要亲像彼得讲：金银我拢无，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哋爬起来行。圣经无人穷志不穷这句话，因为这是咱的一般的，咱的讲的座右铭，也是讲咱的古早人所讲的话。意思是讲，我的生活虽然善，但是我爱善了有骨气。我虽然善，但是我内心无善。因为我内底有偏见，因为我内底有人的做人的一个荣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明白。原来彼得嘛安尼讲，保罗嘛安尼讲。保罗讲，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会记得吗？彼得讲，金银我拢无，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爬起来行。这句话拄拄会通成做今仔日咱的金句。我伫逆境中间，伫丧凶中间，伫抗议中间，伫绝望中间，伫黑暗中间，上帝你就是我生命一切稳定的源头。因着信本乎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所书为什么牧师讲邀请恁讲爱对第1章读起咧？你来看第1章第3节、第5节，伊讲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已经收拾基督徒。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已经收拾有所的教会，甲所有基督徒到历代到今仔，收拾咱什么？收拾咱对天所收拾咱天顶的各种的福气，属灵的福分。上帝照伊的旨意定着，上帝照伊的旨意定着，以美好良善，互人因为伊各种的属天的稳定。人愿意成做一个荣耀的人，有自尊的人，在人的面前是抬得起头的人。
愿天父上帝帮助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一领生命水的新衫，甲你讲我所听的经字，对今仔日开始，我要互你荣耀我的名。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第二个祈祷，今仔牧师就邀请咱做两个祈祷。第一，我的上帝是一个逆境中间来互我顶头生的上帝。第二，我要掠一条条，信就是掠条条。阿们的时阵，就是甲上帝讲：上帝已有的我嘛要有，上帝你所讲我嘛要，上帝你所讲的我相信，上帝你所讲的我顺服。阿们是这个意思。原咱伫上帝面前，咱就亲像这张图，这张图是咧讲起雅各伫旷野中间，甲天使交战，看到天推落来，伊伫咧中间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我不好你离开，因为黑暗到天光。天使要离开的时阵，雅各唔帮伊走。雅各讲：我不爱帮你走，你若无甲我祝福，我不爱帮你走。伫个时阵，上帝甲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上帝要为你征战，上帝甲你征战，你甲上帝征战，你掠条上帝。以色列是这个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相信什么？相信我有上帝，相信伫我人生中间，上帝有伊美妙的计划，也这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的人生中间上帝有计划吗？你回头看你的囡仔，你甲你的囡仔讲：爸爸相信上帝，你的生命中间有伊特别的计划。你愿意为着上帝的计划，伫你的囡仔身上付代价、认真迫切祈祷吗？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的家庭是一个甲上帝参详，为何而活？什么理由互咱活落去？就是上帝所有备伫天灵来各种的福分。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今仔圣经有所书第2章第8节、第10节，7节的圣经需要解说，因为伊解说了后，恁会得到真大的帮助。伊讲：恁原本是上帝所造成的，恁原本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创造、所做的。耶稣基督互人顶头生，这个做成这个字，伊个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作品呐。恁就是上帝的作品，上帝创造你的画面，放伫这个世间，光就是伫顶台，恁就是上帝荣耀的作品，恁的生命要彰显上帝伊特别的旨意。兄弟姊妹，咱无一个人是凊彩，因为咱的生命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创造新的画面，所以圣经才讲受造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啊。第三节讲来行好事，这个字会当用较白话字翻译讲来活出美好。上帝创造咱最重要的就是放伫道顶的这本圣经，伊就是互人知影讲，教会是用这本圣经做第一要紧。上帝创造你我，咱放伫这个社会，放伫你的家庭，放伫各所在，拢有伊特别的作为。伊甲世间人讲，这就是我宝贝的囝子。伊爱咱为伊我活出美好。搁落伊讲什么？上帝大生必办，意思就是上帝早就已经定着，要互咱安那，互咱行伊，互咱行伊的意思就是顶管这抓来活出美好。上帝美好旨意是爱咱的生命，毋是头壳咧咧自卑见笑。上帝爱咱伫咱的人生中间每一个阶段，拢会当活出上帝伊的计划甲伊的作为。兄弟姊妹，相信，也常常为你的囡仔做祝福。愿你的囡仔将来即摆拢是上帝的宝贝。咱到这里，所以咱要用这句话来读另外一段记载伫传道书，恁就真了解这个。因为这段话牧师我甲恁解释传道书第3章第11节，伊讲上帝做万物，照伊的时真做美妙。上帝创造万物拢是美丽。真做美妙的意思就是讲，成为美丽的作品。伊阁将一个观念，将一种的属灵的智慧、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上帝所定着放伫人的内心，是为着要互人活出美好。所以，
所罗门王讲，上帝对头到尾所创造的，人袂通了解，人袂会测度。他这个字牧师甲伊解释，人袂通了解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计划。但是，你若好奇上帝伫你的计划，你会使祈祷。上帝要伫圣神的中间甲你启示，你的人生要做什么？检查你无马上得到一个答案。在所听兄弟姊妹，当一个人甲上帝问伊讲：上帝，你伫我的生命中间的计划是什么？上帝绝对袂保持沉默。虽然上帝无马上给你答案，但是你若忠心跟对上帝，你的确伫你的一生中间要看到上帝足清楚伊的计划伫你的家庭甲你的人生，你相信吗？我相信，所以我才敢伫这个所在就恁读这段圣经的话。愿天父上帝甲恁三个地地。所以最后牧师要邀请恁，你若甲上帝讲阿们的事，今仔这个礼拜是一个祈祷。耶稣讲，心内颂扬的人，心内谦卑的人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天国是我的代表什么？咱伸出咱的双手。主啊，求你将福音、将上帝国的祝福，亲像守圣餐的饼甲葡萄汁，主啊，伸出双手。天国代表什么？耶稣讲：恁若有一个信心，亲像挂彩种子，小小信心，上帝国就要伫你的生命中间，亲像面架。捧起来，你米粉甲热的了，你用架母伫内底。上帝国的种子要慢慢，上帝的良善，上帝的荣耀，上帝丰盛的画面，迄个真正的信心虽然小，起头是小，但是要慢慢大。所以，亲爱的姊妹，你通安尼祈祷，伸出你的双手，甲上帝祷告：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是你天国的囝儿，我需要你将上帝国的权能、荣耀、画面赏赐我。咱的教会祈祷会常常邀请咱家己担当，从我内心提出来，交互上帝，甲上帝祷告，上帝你祝福我。愿你伫今仔日的礼拜，正做一个欢喜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的基督徒。愿咱拢正做一个欢喜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的基督徒，咱同心来祈祷。祝福阮的上帝，阮用你举起双手，阮将阮的软正，将阮的世俗，将阮的背逆，将阮的软弱，来仰望你。因着信本乎恩，求你怜悯帮掌管。搁伫今仔日个礼拜，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讲，求你将上帝国赏赐阮，互阮成做上帝国的囝儿，互阮成做天国之子。主啊，伫今仔日个礼拜，阮用你伸出双手，主求你将你对天灵来的福分，放伫阮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手中。主，这是阮心所求。愿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对你讲，阿门。